係陳嘉麗小姐。各位好，局長、主席大家好，我係一名幼教工作者，亦都係幼師培訓嘅導師。不過我更加想用一個重要嘅身份，就係我係一個住喺香港嘅中國人，係一個未來嘅家長，所以我係絕對支持15年免費教育嘅。我認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講，兒童係有生存同發展嘅權利，而且我哋亦都應該為兒童爭取最大嘅福祉。所以今次我希望用幼教者嘅角度去為幼兒發聲，爭取兒童應該一早享有嘅優質幼教權利。我作為幼教工作者，從種種嘅研究同埋工作經驗裏邊，體會到0至6歲係幼兒身心發展嘅關鍵期，係學習嘅最好時機。我哋幼教者願意去付出，願意去承擔，為咗優質嘅幼兒教育，我哋幼師願意付出無比嘅時間、心血同埋精力。每一日，老師都願意放低自己嘅身段，我哋會踎低喺度親近幼兒同小朋友講嘢。我哋唔介意聲音嘅沙啞，唔介意腰酸嘅背痛。我哋每日同小朋友唱歌、跳舞、傾偈。喺日頭裏邊，正如各位所提及嘅，幼師係冇空堂，晚上係需要再進修，所以幼師需要付出自己食飯、瞓覺，甚至乎係飲水嘅時間，去做一啲嘅備課，做一啲幼教嘅工作。我哋幼師喺假日嘅時候，亦都會放棄同家人、朋友相處嘅時間，去開會、培訓，甚至乎搞不同嘅活動。我哋為嘅係優質嘅幼兒教育，我哋願意無私嘅付出，我哋願意承擔各種職業病、腰酸背痛嘅痛楚。但係政府呢？政府願意付出嘅係乜嘢啊？我哋覺得政府付出嘅係唔足夠，承擔亦都唔夠務實。我哋同幼教一眾同工一樣，我哋多年嚟默默耕耘，緊守自己嘅崗位。我哋唔求回報，但係我哋希望政府唔好漠視幼兒嘅需要。我哋希望政府真係可以落實去實踐15年免費教育。對於政府而家嘅拖延，我哋覺得好失望同埋痛心。從宏觀嘅角度，幼兒教育根本就係國家裏邊最有意義嘅投資。幼兒係我哋未來社會嘅棟樑。面對住21世紀，我哋更加應該要優質嘅幼兒教育作為一個起步。因此，無論喺幼兒、家長、教師、學校甚至社會嘅層面，應該要盡快落實15年免費教育。我極力建議政府喺捍衛香港 BB 有奶粉食嘅同時，應該更加高瞻遠矚，捍衛我哋香港嘅幼兒有優質教育嘅權利，盡早落實大聯盟所講嘅8大訴求，盡快落實15年免費教育，真正做到急事急辦。多謝各位。好。